全部拢是喜帖跟贺卡。哦，人的贴吧就对，人的贴吧，这是会使讲是全台湾上灵的一间月老庙。哈，上灵的，多一间，上灵的，你甲我讲拜托。伫台南鹿耳门圣母庙，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第四槽遐。伊还有另外一个真是足厉害，就是你要去拜月老进前，爱先写一张下愿文。这下愿文袂使等咧心里面默念，你一定要大声念出来。有啥物？我真是，我嘛有准备嘿，家己唱啦。我刚念好加练习节。来，你来。来啦，了解。玩到底的，玩到有来吼。好，我下愿文，今仔日来甲月老求我的老公紧出现咯。哦，这下较大声的。老公，阮翁紧出现咯。爱花财，阮翁紧出现。阮翁紧出现咯。较大声的。阮翁紧出现咯。